你是？你好，我找傅旺傅先生，我怀了他的双胞胎，这是怀孕报告，这是信物，希望傅先生能对我和孩子负责。顾然，你稍等。夫人，傅家有后了。2个月前，后妈和妹妹给我下药，逼我嫁老男人。大牛花200万养你一个没了亲妈的贱种，能嫁给他是你的福气。我不要，李大牛60岁，他还打女人，我不嫁。姐姐，爸妈养你这么大，就是为了拿你换彩礼，给我凑嫁妆的。快喝药，喝了药生米煮成熟饭，你不嫁得嫁。逃出后妈的虎爪，我阴差阳错进了傅先生的房间，怀了他的孩子。先生，我难受，帮帮我。我有急事需出国一趟，你带着玉佩到傅家别墅，我会对你负责。医生说我不能打胎，所以我一定要给宝宝一个健全的家。列祖列宗在上，不孝子傅旺被传不喜女人，今日跪求老祖宗开眼，保佑他早日娶妻生子。为此，我愿从此不再穿金戴银，一生朴素。哥，自从爸走后，妈就一心想抱孙子孙女，你快点娶妻生子吧，我都迫不及待想要个软糯糯的小侄女了。孩子，2个月前我碰到了唯一让我心动的女孩，但她一直没有联系我。如果我们能有后续，能和她有个孩子。夫人，大少爷，大喜呀！大少奶奶怀了双胞胎，找上门来了。什么？哎呦，我的宝贝儿媳妇，还有宝贝大孙子，不枉我日夜祈祷，可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。我终于要当奶奶了。我不是有意来打扰的，我怀了孩子，医生说我不能打胎。绝不能打胎，我会对你和孩子负责的。我们去领证，2个月不联系，我以为不会再见了。感谢宝宝的到来。对，去领证。这个是我们傅家的传家宝，现在传给你了，以后你就是我们傅家的儿媳妇了。我终于要有侄子侄女了。正好，我正准备投资建立一座游乐场，等建好了就给我侄子侄女当礼物。这是我的不限额工资卡，我们现在就去领证，以后家里财政大权都交给你了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去呀！哎，走吧。宝宝，傅家的人都很善良，妈妈相信你们会有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的，不像妈妈小时候遇到了恶毒后妈和妹妹，每天都被他们欺负。哎呦，哎，真好！哎呦，我终于有儿媳妇儿了！臭小子，你什么时候找个媳妇儿啊？我有女朋友了。什么？你有女朋友了？幸好海棠来找我了，不然这小子就比我先脱单了。哦，宁宁和嫂子一样，温柔善良。宁宁，这名字怎么和总欺负我的妹妹一样？不过她温柔善良，肯定和妹妹不一样。
我喜欢善良的人。善良的人好，和善良的人相处啊，一家人才能够团团圆圆的。不过，可不能找个恶毒的搅家精进门啊，会把这个家捣散乱的。妈，你放心吧，宁宁温柔善良，她才不是什么搅家精。正好，大哥和嫂子已经领证了，我安排一下，今晚带她来我们家一起吃饭。行，让你嫂子给你长长眼。晚上和傅振女朋友一起吃饭，一会儿我们去商场买东西，中午正式去拜访你的家人，好不好？听你的。后妈和妹妹不仅打骂我，还逼我嫁老男人。如今我已婚，他们再没机会逼我嫁老男人了。副总，成交项目出事了，您快来！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成交的项目出了点事，我得过去一趟。没事儿，你先去忙吧。妈，我商场有个客户要见。好，你们快去忙吧，别在这耽误我陪宝贝儿媳妇购物了。妈，那我走了。去吧，走吧，妈。走。这个不错啊，这款式。啊，我们随便看看。妈，我就说我命好吧，刚打掉孩子，就谈了个富豪男友，还邀我见家长。傅振说了，他妈和他嫂子晚上设宴要见我，我们得选个好礼物，我呀要好好巴结一下他们。好，挑选店里最好的礼物。到时候你一举拿下傅振的婆婆和嫂子。不过宁宁，你能攀上傅振这个豪门，你李叔功不可没。将来你可得好好孝顺孝顺他。知道了。哎，傅家是顶级豪门，我嫁过去，那嫁妆可少不了。李大牛说了，愿意花200万去问海棠，必须把它卖了，给我凑嫁妆钱。好，先找到他再说。妈，是温海棠。那件看一下。结婚1个月，终于抓到他了。妈，快抓住他！必须让他嫁给李大牛，给我还嫁妆钱。好，现在就把他抓回去，等会儿再给你未来婆婆和嫂子挑见面礼。死丫头，躲了1个月，竟然这儿来了！住手！哪来的穷酸货，也敢多管闲事儿？你们疯了！这是我婆婆，是傅家的当家主母。这是我婆婆，是傅家的当家主母。穿的跟农村妇女似的，身上一件珠宝都没有，还富家主母。富家二少傅振是我男朋友，等会儿就到。敢冒充我婆婆，找死吧你！你说什么？傅振是你男朋友？怎么怕了？敢冒充我婆婆？我操你！妈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婆婆？她真的是傅家的当家主母，她今天要和我回家商量我的婚事的。死丫头，还商量婚礼？温宁晚上就要去拜见傅家主母，敲定婚期，你竟然找个冒牌货来躲避逃婚，你招打！你竟然敢欺负我儿媳妇，我跟你拼了！妈，你怎么样？温海棠，不要以为你找了个乞丐冒充我未来婆婆就可以逃避结婚了。我告诉你，李大牛可是出了200万彩礼，这婚你不结也得结。你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我已经结婚怀孕了，你们不能逼我嫁人，放开我！你说什么？见识！你不仅找人假结婚，还敢挑野男人！你怀孕了还怎么给我还彩礼钱？我今天非要把你肚子里的野种打掉！不要！不要！海棠是我傅家儿媳妇，你们不仅伤害了她，还打我！我要报警把你们都抓起来！
穷鬼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富家二少的女朋友，富家的豪门媳妇，得罪我，你死定了！就是，谁敢得罪我们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！求求你们帮帮我吧！她是我后妈，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他们想卖我换嫁妆，就对我和我婆婆大打出手。我求求你们帮我报警！我求求你们！丧天良的，她都嫁人怀孕了，还要卖她？就是不是人，必须报警抓他们！告诉你们，这商场都是我男朋友开的，我可是富家豪门少奶奶，我看谁敢多管闲事！你想进我富家大门，我绝对不会允许！我现在就告诉傅振，让他看清你们的真面目！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谎话连篇！大家帮帮忙！我儿子傅振是这家商场的老板，我求求你们，去把他叫过来。我们傅家必有重金重谢，求求大家了，我求求你们了！我的肚子好痛！贱人，我现在就打掉你的孩子，还能省一笔打胎费。就是，等着野种流干净，再做一个处女膜修复手术，还能换个彩礼。天哪，这打电成了妈！小贱，要不要报警啊？快看，那是富家二少爷，他过来了，好像在找什么人。死骗子，我男朋友来，你们完蛋了！快救你嫂子！妈，副总，副总，您约的客户到了。不行，先过去看看。我好像听到我妈声音了。哎，副总，您不是说今天夫人带着大少奶奶在挑选去大少奶奶家的礼物吗？那个旗袍店只是一个平价店，夫人怎么可能带大少奶奶去那种店？要去也是去楼上私人定制的地方。估计是顾客纠纷吧。李经理，你过去看看啊。正好处理完，帮我找找温宁，她也在逛商场。我等会儿让她见见我妈。明白，副总，您请。谁呀？谁在这闹什么？李叔啊，啊，怎么是你啊？傅振呢？没跟你一起来啊？啊，宁宁啊，你和你妈是碰到了什么麻烦了吗？阿康啊，就是这两个女人，一个冒充我女婿的母亲，一个冒充他大嫂，你给我狠狠教训他们！虽然我没见过这富家主母，但也知道她酷爱珠宝首饰。这穷酸货一件珠宝都没有，肯定是冒牌货。富家当家主母叫傅文佩，你敢冒充她，还冲撞了傅家未来的二少奶奶，你是不想活了吧你？李叔，跟他们废什么话呀？直接打出去啊！你们这么恶毒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我可是要嫁入富家豪门的，你一个冒牌货，我打就打了，谁还能拿我怎么样？我就是傅文佩，你们不能这么对她！李叔，还不赶紧把他们拖出去！保安，拖出去！走，你放开我！起来！我要见傅振！起来！我要见傅振！妈，你怎么了？你要吃什么药吃？妈，我婆婆就是傅文佩，我有傅家的传家宝做证。贱人，富家主母是我婆婆，你也配跟我抢？这是傅家传家宝，帝王绿手镯，仅此一枚。这个真的是富家传家宝，我之前在拍卖会上见过，价值2000万。
可能是傅家的传家宝。贱人，你们俩不仅冒充我未来的婆婆和嫂子，还敢仿制傅家的传家宝，哼，你们死定了！就是，宁宁晚上就要去拜见傅家主母和傅家大少奶奶，你们啊，死定了！保安，把他们拖下去。宁宁可是我的宝贝私生女，我还想她嫁入傅家，我跟着享福呢，绝不能让人欺负。李总，这妇人好像快不行了。你少多管闲事儿！就算我婆婆不是傅家主母，你们也不能草菅人命！我求求你们，快救救我婆婆，她快不行了！不管怎样，也不能害死人啊！我要直播曝光你们，让大家都看看你们的恶行！这个穷酸货就是装死博同情，你们啊，别他妈多管闲事儿！假母不信，我摊上你这么个不要脸的妓女，怀野种，抛弃未婚夫李大牛啊！你今天必须把这个野种给打掉！傅先生，快救救我！死丫头，今日你必须把这野种打掉！给我乖乖嫁给李大牛！我不要！对呀，我姐姐呀，生性放荡，怀了畸形野种，不打掉会死的。还好，我是医生，身上呀有打胎药。李叔，还愣着干嘛？叫保安按住她呀！这个女人怀了畸形野种，这必须得打掉。宁宁是在救她的命，保安按住她！不要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立刻调头回环球国际，海棠后妈出事。是，副总。还好之前我为了打掉肚子里的孩子带了打胎药，这温海棠这个贱人吃！傅先生，快救救我！海棠，你们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天哪！竟然你们在环球国际公然欺辱孕妇，逼吃堕胎药，简直是丧心病狂啊！快，开快点！是，副总。喂，阿振，你嫂子在你商场出事了，我马上过去。这家商场可是我们家的，竟然有人敢在我们家欺负嫂子，找死！海棠，等我，敢欺负海棠和孩子，我一定让他好看。先生，还有野种，真是样子！你们不会有好下场！你们公然欺负孕妇，你们这些罪行被传出去，一定会进监狱的！家里有钱这么了不起，这怎么害人呢？我可是傅家二少傅震的女朋友，是傅家未来的豪门少奶奶。谁敢把我的家务事发到网上，就是得罪傅家。把这个敢冒充我婆婆的乞丐给我拖出去，扔到厕所的垃圾桶里。婆婆，至于你肚子里的野种，必须得给我打掉。妈，快掰开他的嘴！你个死了青蛙的贱种！我让你活着长大，就是给宁宁当牛做马的！拿手棍！必须嫁给李大牛，给我回嫁妆钱！肚子里的孽种必须流掉，你才能嫁给李大牛！吃，给我吃！我是杀人！哥，住手！海棠，傅先生，救救我！妈，不能让傅家人看到我这样对一个岳父，必须得让这个贱人消失。
快把它藏到垃圾桶里。好，走。畜生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宁宁，怎么会是你们？刚刚在吵吵什么？大哥，我是傅战的女朋友啊。刚刚有个清洁工撞到我了，李叔帮我训斥了几句，他估计有点闹脾气吧。不过我没有追究。是，是吗？刚刚我明明看到海棠的脸，怎么到这里就没了？难道他帮了我？海棠根本不在这儿。是的，刚才那个清洁工啊撞倒了宁宁，我训斥了几句，不过宁宁心善没追责啊。大少爷、二少爷，找到夫人了，在洗手间那边，心脏病发，晕过去了。什么？快备车去医院，我先去看看。妈，李叔，这可是巴结傅家主母的好时机，咱们千万不能错过。好，快！怎么办？难道只能等死吗？不，我绝不能放弃。好不好？你们一定要坚持住，我们一定能得救。傅先生，救命！爸爸，坚持住，是你们的爸爸，我们马上就能得救了。真哥哥，伯母没事吧？我是医生，认识不少专家，我陪你去医院，肯定能帮上忙。太好了，宁宁，快，我们去前面一辆车。这是巴结傅家主母的好机会，咱们绝不能拖宁宁后腿。你说的对，你陪着宁宁去，等宁宁在傅家站稳了脚跟儿，再榨干温家父女俩的架子，我就跟宁宁相认，到时候咱们就能团聚了。我去删监控，陪宁宁过去。阿珍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治好妈。放心吧，哥。大哥放心，江家我已经找好了，一切有我，伯母不会有事的。阿珍，你找的女朋友不错，你去医院照顾妈，我继续去找你嫂子。傅先生，救命！海棠，妈，你听到了吗？傅真大哥好像喊的海棠。别担心，就是名字一样而已。那贱人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好的命？不像我，命好，很快就要嫁给傅家二少了，就要做二少奶奶了。傅先生，我肚子痛，快救救孩子！江台柱，快，立即去医院。是。大哥，郑哥哥，你们别担心，我安排了最好的专家，伯母和嫂子不会有事的，孩子也一定会保住的。是啊，他们一定会没事的。你们有心了，傅家不会亏待你们的。阿珍，妈常说家有贤妻，胜似千金。
你眼光不错。宁宁，妈常说娶妻娶贤，你这么善良，妈和嫂子一定会喜欢你的。这是我的副卡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这不太好吧？你拿着吧。妻贤夫祸少，你心地善良，家境富家，定能与你嫂子和睦相处，兴旺夫家，你值得如此。那我收下了。郑哥哥，你和大哥先在这等，我去中医那儿给嫂子问问养胎的法子。宁宁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怎么非要找借口离开啊？你看不出来吗？傅家看重的是人品，我得去做一个处女膜修复，这样才能立住我清纯善良的人设。你说的对，这傅旺才是傅氏集团的掌权人，他不仅孝顺，还宠老婆，巴结傅家主母和傅家大嫂，就是巴结他呢。只要巴结上傅家主母和大嫂，就能获得他的信任，将来还怕搞不到他的财产吗？你婚前可以巴结傅家大嫂，可等你嫁出去之后，一定不能让她安全生下孩子，最好把她孩子弄掉。妈，只要我嫁进傅家，就会用尽手段弄掉他的孩子。走，现在去做处女膜修复，等会儿啊再来巴结他们。走。不要伤害我们！别害怕啊，都过去了。宝宝，我们的宝宝还在吗？我们的宝宝还在吗？海棠，你很坚强，我们的宝宝在的，但是你动了胎气，需要卧床养胎。来，先躺下吧。太好了，我们的宝宝还活着。那妈呢？妈抢救技师已经请过来了，他担心你，非要过来见你。阿珍去接他。海棠，慢点儿，妈，是我连累了你，对不起。好孩子，不是你的错。对，嫂子，这不是你的错，错的是那帮畜生。哥，那帮畜生查到了吗？商场监控坏了，江特助还在调查。海棠，你还记得当时是谁把你打成这样？谢谢，我现在就打掉你的肚子，还能省打胎费。是，甄哥哥，我听说伯母和大嫂醒了，就赶紧过来了。是啊，宁宁还给你嫂子找中医专家开了保胎药呢，我们能进来看看吗？就是他们。怎么回事？海棠，你现在急需卧床保胎，谁都不比你和孩子重要，其他事情慢慢来。有我在，欺负你的人，我一定要让他血债血偿。妈说的对，宝宝现在最重要，先养胎。至于报酬，妈应该有安排的。我看错了。嫂子，你吓我一跳。宁宁温柔善良，还给你和妈找专家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？是啊，这次你和妈能平安脱险，多亏了她。妈，您常说娶妻娶贤旺三代，阿珍的女朋友确实不错，她和海棠一样善良，肯定能旺咱们傅家。是啊，妈，宁宁和嫂子一样好，是她救了你和嫂子，是咱们傅家的大恩人呢。要不你跟嫂子见见？我听妈的。大恩人，过去。我有点累，我不想见客人。哎，那个伯母、嫂子，哎，你们可算醒了，可担心死我们了啊！这个是我给嫂子找专家开的养胎药，这药可灵了。是呀，傅夫人，您和傅家大少奶奶出事啊，宁宁跑前跑后，可忙坏了。
这煲胎药可是他好不容易求来的，他呀操了不少心的。操心？你们不妨好好看看，我究竟是谁？他们这么欺负我儿媳妇，就这么揭穿这帮畜生，太便宜他们了！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！阿珍，你大嫂需要卧床养胎，不方便见客，送客。妈说的对，你大嫂现在需要休息。宁宁，我嫂子现在有身孕，是傅家重点保护对象，我们都要以她为重。给我吧，我先送你们回去吧。没想到傅家大嫂地位这么高，看来想要嫁进豪门，一定得巴结好她。只有这样，傅家掌权人傅旺和傅家主母才会高看我。那伯母、嫂子，你们好好休息啊。我们过几天再来看你们啊。海棠，都是我不好，让你受苦了。等你出院，我们就办婚礼。对，等你出院了，就跟阿旺举办婚礼。到时候我要告诉全世界，你是我傅家的儿媳妇儿。还有，让那帮畜生们都跪下来给你磕头赔罪。傅先生，我有点饿。好，那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给你买吃的。妈，他们这么欺负我们，我们真的就这样放过他们？如果这次放过他们，他们会不会又像以前一样随意欺负打骂我，还对着爸爸诬陷是我不懂事？好孩子，你是我的儿媳妇儿，我们全家人都宠着你。他们敢这么欺负你和孩子，我一定要把他们送进监狱，牢底坐穿。可是今天的事即便报警，他们也判不了几年，更何况我爸还一直维护他们。正因如此，我们才要好好的规划。妈，您说的对，恶非一日滋生，我后妈他们肯定干了很多坏事，只要我们能查到，就能让他们万劫不复。好，我让福伯去查，到时候让阿旺还有阿珍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，给你出气。妈，谢谢你。婆婆也是妈，你叫我一声妈，我呀就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，以后我宠着你，给你出头，护你平安。宝宝，我们终于也有人疼，有人爱了。文明、李相荣，你们伤害我婆婆，还差点害死我的宝宝，我定要你们血债血偿。妈，你手艺也太好了吧！这礼服这款式真好看，我很喜欢。你喜欢就好。明天啊，就是你跟阿旺的婚礼了，你必须得穿得漂漂亮亮的。我们来送礼的。是啊是啊，你通融一下嘛。就让我们进去呗。对啊，哪有不收的道理啊？妈，他们又来了，这都第5次了，我们还是不见吗？按照我们的计划，明天的婚宴就是他们的死期，不见。伯母，我们来看你了。听说明天嫂子出院就会跟大哥举行婚礼，真是恭喜啊！对呀，亲家母，恭喜呀！你们不能进。怎么就不能进了呢？啊？怎么这么不通融啊？大家早晚都是一家人嘛。怎么了？真哥哥，伯母她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呀？是啊，1个月了，宁宁跑前跑后的，亲家母和你大嫂一直避而不见，什么意思嘛？宁宁，你别多心，你是妈和嫂子的救命恩人，大哥都认可了，妈和嫂子还能不认吗？阿珍，明晚是我跟你哥的婚礼，到时候你一定要带你女朋友来啊！对，到时候见才正式。你看，
是你多心了吧？傅家最注重的就是人品，你温柔善良，我们全家都会接纳你。知道了，真哥哥。宁宁，嫂子才是我们傅家的主心骨，只要你跟嫂子打好关系，我们结婚就是早晚的事。知道了。果然，只要发觉傅家大嫂，就不愁嫁豪门。文海，我马上就要嫁进豪门，给我起够了！叫你爸把你卖了，给我凑嫁！福伯，是查到了吗？大少奶奶，这温宁真的是二少的女朋友吗？怎么了？这个女人不仅男人无数，还当过小三儿，甚至曾逼死原配和他的孩子，害得他们跳楼身亡。这种恶毒的女人，要是嫁入傅家，那还了得？福伯，您还查到些什么？这个女人身份也可疑。前不久，她还打过胎，拿着二少的卡去做处女膜修复，根本配不上二少。我要告诉二少，赶紧跟他分手。不急，福伯，你明天先去趟温家，邀请他们全家出席傅家婚礼。温宁那边继续查，看能不能再挖到些其他什么东西。还有，要防备他，算计阿珍。我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是，大少奶奶。我以为他们只是对我坏，但是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恶毒。明天我一定要揭穿他们的真实嘴脸，让他们得到报应。好，如此蛇蝎心肠的女人，绝对不能让她进傅家大门。明天就让她现出原形。海棠啊，这傅旺啊，最近筹备婚礼可忙坏了。明天他可能要接待宾客，还有婚礼前的祭祀，没时间来接我们。但是到时候阿振会来接我们，你没意见吧？妈，都听您的。好。温先生，令爱是傅家的救命恩人，今晚我家大少爷大婚。大少奶奶特意命我前来诚邀你们全家赴宴，这是请帖。好的好的，我们一定到。告辞。好，您慢走。爸，你说刚给我打电话说找到我姐姐了，她就躲在我婆婆住的那个医院里，快把她抓回来给我凑嫁妆吧。是呀，振国，这个宁宁马上就要嫁豪门了，嫁妆太少会被人看不起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抓她，把她卖给李大牛，然后咱们再去傅家的婚宴，刚好来得及。走。温海棠，爸，他不仅花钱找穷酸鬼冒充傅家主母，还派人防备我们，你得好好教训一下他。没错，赶紧把他腿打断，给李大牛送过去。温海棠，你个逆女，赶紧给我回家！放开他们！贱人，知道我们是谁吗？就敢阻拦！宁宁，死丫头，我来！哎呦！把人给我摁着！先生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傅家大嫂的救命恩人，我还是傅家掌权人傅旺的弟媳，你完蛋了！没错，傅家掌权人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对，你们死定了！该死的是你们，对于你们这种畜生，就得往死里杀！给我拖出去！是。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等着！我找我男朋友回来收拾你！阿珍，我跟妈先去酒店换礼服了，你直接去婚礼现场跟我们会合吧。哦，别忘了带女朋友啊。哼，
妈，好戏就快要开始了。是啊，备车走南门，去婚礼酒店。走。好的，大嫂。走，放开我！看着，宁宁，你们怎么了？真哥哥，我正打算找你呢，有人欺负我们。是啊，二少，宁宁可是傅家的救命恩人，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是啊，二少，敢动傅家的恩人，找死！但大哥的婚礼不能耽误，要不然这样，等婚礼结束，我跟大哥一起替你们出头。大哥的婚礼更重要。端午日期是巴结傅家大嫂嫁好女，乖，你个贱人，晚点我再狠狠的收拾你。委屈你们了，我们走吧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啊，相怎么样啊？那位就是二少的女朋友吧？是啊，听说是个医生，命真好。灰姑娘嫁豪门，羡慕哦。阿振，不可能是我害的，我一定是看花眼了。宁宁，妈和嫂子还没换礼服，一会儿介绍你认识。几位，失陪一下。阿振，阿振，结婚祭祖仪式就要开始了，你跟我过去。是。宁宁，傅家祖训，婚礼前男丁要祭祖，我得先过去。祭祖是大事，你跟大哥快去吧，我没事。诸位，这是我弟媳妇，请大家多多关照，我们忙完就过来。走吧。文小姐，恭喜啊，马上嫁豪门了。是啊，发达了可别忘了我们呀。好说好说。放心，以后都是自己。就是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真是好大的口气。她就是傅家大少奶奶吗？错不了，他旁边那个肯定就是深居简出的傅家主。不可能，这个女人是我姐姐，她未婚先孕怀野种，叫嫁豪门就急眼了。对，她穿成这样，还雇人来撑场面，就是来砸场子的吧？贱人，这个砸场子！然后，你们这帮畜生，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我是谁！我可是傅家未来的二少奶奶，你一个乞丐，之前冒充我婆婆讹诈我就算了，现在竟然在傅家的婚礼上欺负我，贱人！你们等着吃牢饭吧！小贱蹄子，赶紧让你请过来的骗子放开娘娘！一个贱种，就是阴沟里的垃圾！你不好好待在垃圾里，敢跑来这里行骗，我弄死你！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都到我的婚礼了，还敢说我是骗子？温海棠，你小时候就撒谎成性，你妈都揭穿了你的谎言，你竟然还敢说谎！有了后妈就有后爸，我的这个爸爸从小就只信任我后妈，现在依然如此。我现在有爱我的婆婆和老公了，以后就当没这个后爸。天哪，他亲爸都说他是骗子，肯定是真的。天哪，真是太嚣张，太恶毒了！今天到傅家婚宴来了，不一定，这两位气质不凡，说不定是真的。哎，快看，是李经理，他是二少的得力助手，他肯定知道真假。又是我呀！上次在商城的时候，你们欺负二少夫人，这次来到傅家的婚礼现场，又想欺负少奶奶啊！保安，这俩冒牌货给我狠狠的打！
我看看谁敢！我看谁敢动夫人和大少奶奶！我看谁敢动夫人和大少奶奶！不可能，他们明明就是夏建培，怎么可能会是？嘴又硬又贱，找打！诸位，福伯是傅家3代的老管家，你们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深居简出的傅家主母，难道你们还不认识我们的福伯吗？我在傅家几十年，夫人待我恩重如山，我看你们谁敢侮辱夫人和大少奶奶！就是，福伯在傅家德高望重，他的话还能有假吗？这么一开局就得罪了傅家大少奶奶和傅家主母，哈有完！这说不是的，傅家大少奶奶一摊2把，得罪他，死定了。就是，这大少奶奶是傅家掌权人的新奸妃，得罪她还妄想嫁豪门，做梦！诸位，我可是傅家掌权人钦定的弟媳，这2个贱人就是骗子。这个贱人嫉妒我嫁豪门，就勾引福伯打压我，大家千万别被他骗了。怪不得福伯帮你撑腰，原来他早就是那裙下之狗了。哼，要我看，这女人肚子里的野种，那就是福伯的吧？还有，冥顽不灵，找打！福伯，去请大少爷和2少爷，我要关门打狗了。是大少奶奶。是要关门打狗，但是我要打你们这2个下贱的母狗，还有你这个老公狗！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嘴贱！妾身反了天了，你敢打我？你老夫人打就打了，你能怎样？温宁，比起你们对我们做的，这些差远了。我可是傅家大少奶奶和傅家主母的救命恩人，更是傅家掌权人钦定的弟媳。你们死定了！我现在就给傅振打电话。对，等我你去了，你们都死定了。就是，宁宁可是傅家掌权人的弟媳，你们完了！你们，死丫头，只要你跟这个贱人跪下来给你妹妹和我们赔礼道歉，我就看在这卖200万彩礼的份上原谅你，否则，哎呀，先生啊，你们是心虚了吧？等着吧。等真正的傅家主母和傅家大少奶奶出场，我就让你们像狗一样给我跪下，磕头道歉。该跪下磕头赔罪的是你们！死穷鬼！我海涛这个贱鬼花了多少钱雇你啊？他不过就是福伯的姘头，我可是傅家掌权人的弟媳，你打我你疯了吧？我看疯的是你们！你不是要打电话吗？我帮你。喂，嫂子。阿振，你们祭完祖了吗？哦，快了，我忙完就来，等我啊。好，我们等你。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！我妈说了，你就是我的仆人，你怎么可能是傅家的大少奶奶？这个视频一定是你用 AI 合成的，你用 AI 视频妄图欺骗所有人！哼，你为了阻止我嫁豪门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这个手机视频里的人那么真实，你说是 AI， 你以为大家都跟你一样分不清真假吗？我看得很清楚，那就是傅总和2少。对，傅总有颗美人痣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哎，不可能做得这么真。
所以他们就是富家主母和富家大少奶奶，是温宁他们太恶毒了。我说是 AI， 他就是 AI。我可是富家掌权人签订的弟媳，我还能不认识富家掌权人的老婆吗？就我可以作证，我是二少爷身边的特助，我跟着二少爷的时候，从来没见过他们俩，他们俩就是个骗子。对，我是这个小贱人的妈，她嫉妒宁宁比她嫁得好，蓄意报复我们的。我老婆说的对，要是听了她的鬼话，得罪了我们，就是跟富家作对。你们，诸位，这个福伯是富家的老管家，但是就为了温海棠这个荡妇，权谋私，纵容她和这个老女人冒充富家大少奶奶和富家主母，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！满嘴喷粪，张达，没有好下场的人是你们！你们两个贱人，在富家的地盘妄想用 AI 视频欺骗所有人，等抽出了真面目，就狗急跳墙打人是吧？你们一个个的都别想好下场！宁宁说的对 ，AI 技术现在这么发达，他俩一定是造假冒充的。等着吧，等富家人来了，有你们受的！死丫头，今天死定了！看富家等会儿怎么收拾你！现在 AI 确实发达，前不久我还被 AI 换脸骗钱了呢。有道理，没准温海棠和这个女人真是冒牌货。对，副董刚才离开的时候还特意交代我们多照顾他这个弟媳呢，他不可能说谎。所以是一定要富家掌权人到这，你们才肯信是吧？哈，我看你就是福伯的姘头，荡妇，根本就拿不出证据。这样吧，看在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，只要你向我下跪磕头，并且自扇耳光，我就原谅你。不知天高地厚，满嘴污秽，找打！下贱的老东西，拿不出证据就打人！宁宁，证据，我们当然。你们一个贱人，一个骗子，一个狗奴才，拿不出证据你们就死定了！没错，你们拿不出证据，都给我跪下来！他们两个骗子能拿出什么证据啊？就是，等副总和大少奶奶出场，你们就现出了原形，等着磕头下跪吧。在富家的地盘，还轮不到你们撒野。福伯，让保镖把他们给我按住。是，夫人。谢神，你们虚张声势是心虚了吧？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富家主母和富家大少奶奶，证据呢？拿出来啊！你给我们看看！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妈，给他上证据。你的手里有一张我儿子傅振的副卡，我现在可以立刻把那张卡停掉，让你原形毕露。这张黑卡是富家专门给我办的，你个冒牌货还想停我的卡？做梦！我是富家掌权人钦定的弟媳，你们谁能把这几个下流胚给我制服，我就给谁100万！100万！天哪，100万！发财了，我来。哦，我也来。废物，一个个都是废物，连个女人都打不过。宁宁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只要钱到位，没有办不成的事儿。对，宁宁，家臣一定要好好收拾他们两个。哼，我给500万，你们只要能把他们其中一个人打倒，我就给他500万。不仅如此，只要你们能保护我们，你们就是富家的恩人，还会得到富家的赏赐。就是，宁宁是富家主母和大少奶奶的救命恩人，还是富家掌权人钦定的弟媳，保护我们就会得到富家的赏赐。哼，500万还赏赐？你那张卡刷得出来吗？妈，别跟他废话。
直接给阿振打电话停卡。喂，妈。阿振，把你那张9527的卡给我立刻停掉。9527不是那个温宁的卡吗？妈，好好的怎么突然要停？别废话，停完卡立刻给我过来。妈这么做肯定有她的道理，你照做就行。是不是她和温宁之间有什么误会啊？你快过去看看。好。温宁，等会儿傅振到，你就原形毕露吧。该原形毕露的是你们，你们作恶多端，早该遭报应。哟，停卡消息这么快就来了？不，这不可能！这是假的，这是假的！天哪，这种钻石级别的黑卡，只有傅家才有特权秒停卡。他们真的是傅家主母和傅家大少奶奶吗？错不了，他们就是真的。看来之前是我们误会他们了。这不可能，一定是外堂搞电诈，这信息是假的！畜生，不许你这么污蔑大少奶奶！老东西，等会叫夫人把你开了！真相都在你眼前，你还死不承认？找他！你住手！住手！江特主，怎么只有你？傅旺和傅振呢？江特主，是傅董让你来的吗？振哥哥呢？他来了吗？这两个贱人，媳妇做了欺负我们！夫人，大少奶奶，大少爷和二少爷祭祖仪式还没有结束，怕中途离开不吉利，特派我过来先看看。他们还有5分钟就走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哪里弄错了。傅家最注重教养，无论是大少爷还是二少爷，要是知道你们如此羞辱夫人和大少奶奶，绝对不会轻饶，更不会让你嫁给傅家。这个温宁就是个绿茶婊，以为骗了傅家二少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，没想到在傅家主母和大少奶奶面前现了原形，真是活该。温家这教养真是没谁啊，还想嫁豪门，做梦！听说啊，这温宁母亲是小三上位，就是个恶毒后妈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。江特主，是不是连你也是温海棠的裙下臣？他肚子里这个野种是你的吧？你跟福伯共食一女，你们玩的挺花呀！我看玩的花的是你吧？我看玩的花的是你，福伯，让大家好好看看我这个好妹妹的真实嘴脸。是，大少奶奶。温宁，你不仅男人无数，还堕胎流产当小三，甚至逼得原配和他的孩子跳楼身亡，这些都是证据。就凭这一点，你永远嫁不进傅家。这贱人不仅勾引福伯和江特主，还暗中调查我，怎么办？温宁，你完了！不，这些全部都是假的！傅家向来家风严谨，重德重礼。温宁，你栽了！就是，听说傅家主母最看重人品。温宁，你这么脏，还想嫁傅家，可笑！傅家的大门，你们这辈子休想踏进一步！这都是假的，是污蔑！我是处女，我怎么可能不干净？处女？1个月前，你拿着傅家的银行卡去医院做处女膜修复手术，这是铁证！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你这么污蔑我，你是不是特别怀念那天在商场被我吊打的滋味啊？
我现在就成全你！你还敢提那日商场的事？找打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宁宁，谁把你们打成这样？真哥哥，我姐姐嫉妒我要嫁入豪门，就勾引你们管家和江特助，联合他们一起污蔑我打胎流产，想让我身败名裂，一定要替我出头。对啊，这死丫头不仅羞辱污蔑宁宁，他们还冒充富家大少奶奶和主母。二少、副董，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副董、二少，宁宁是富家的救命恩人，你们一定要严惩他们，为宁宁出口气呀！是二少副董，你瞅瞅这眼给我打的，你瞅瞅！岂有此理！竟敢在我富家的地盘放肆，敢欺负我的女人，找死的！混账！你要让谁死？你们两个好好看看，我们是谁？妈，嫂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是你们？你们不是一直在调查1个月前商场的事情吗？就是他们欺负我和妈，害我差点流产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竟然真的是大少奶奶和家主！宁宁，我们完了！不，这不可能！温海棠怎么可能是富家媳妇？这一定是哪出了问题！我怎么可能完呢？我才是富家的豪门媳妇！像你这种人是永远不可能嫁入我富家、嫁入豪门的。温宁，我今天就要揭穿你的真实面目，把你们家住在我和婆婆身上的痛1000倍、100倍的还给你们！大哥，真哥哥，你们刚刚那样叫，意思是他们真的是伯母和嫂子？不然呢？难道我们还能认错吗？他们就是我妈跟嫂子。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这个女人是我姐姐，她联合外人恶毒至极，一直欺负我们。究竟是谁恶毒？谁在嚣张跋扈的骂人？你们心知肚明。你们居然真的是富家主母和嫂子！我打死你！怎么办？要是被父王和父朕知道1个月前我们差点折磨死富家主母，和海边温海棠这贱人打胎，我们就完了。温小姐，海棠和我母亲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你究竟对他们做了什么，把他们气成这样？宁宁，你平日里温柔善良，妈和嫂子脾气都很好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，让他们这么生气？他不仅否认我和妈的身份，还羞辱我，甚至勾结在场众人，企图想要对我们动手，要将我们赶出去。我没有，这都是误会。误会？你们骂妈是穷酸鬼、死骗子，说我未婚先孕怀野种，让李康叫保安赶我们出去，花500万收买人心打我们。以上这些，你们这么快就忘了吗？都是误会，不是的。误会，真的是误会啊！误会。哎呦！找死！竟然敢欺负我母亲和老婆孩子！你平时不是温柔善良，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吗？竟然敢让人动手打我妈和嫂子！申哥哥，你听我解释，这都是误会啊！误会？你们的所作所为，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目共睹。他们不仅是有目共睹，
甚至有的还是共犯。凡是欺负我和我婆婆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副董、二少，都是他们，是他们出言不逊，羞辱傅太太和傅家主母，还威胁我们。对，都是他们的错，是他们混淆视听，让我们错怪，误会了傅太太和傅家主母。没错，他们不仅仗势欺人，还羞辱傅太太，怀的是野种。大少、二少，你们一定要严惩这帮畜生！对，千万不要放过他们。我们不是故意的。温宁，我一直以为你很善良，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恶毒，竟然敢欺负我的人，你是活腻了吗？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真哥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们是被打的，你不信可以问他们。那是因为你们找打。伯母，这都是误会，是我没有认出来您。我要是早知道您是尊贵无比的富家主母，我跪在地上8句您都来不及呢，我怎么敢冲撞您呢？对，我们是不知道你和海棠的身份，要是知道的话，我们捧着你们还来不及呢。是啊，夫人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呢，原谅我们吧。对呀，亲家母，都是误会。海棠是我的女儿，您看在我是她老子的面上，这事就算了吧。误会？哎呀！误会，在你们眼里，有钱有势的人就值得被巴结奉承，普通老百姓就没有尊严，就应该被仗势欺人的往死里欺负吗？不是，我们不是这样想的。如果我们只是普通人，你们还会像现在这样忏悔吗？恐怕只会变本加厉的欺凌羞辱我们。说，你们究竟对他们做了什么？温宁，我告诉你，海棠和我母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你敢欺负他们，我傅家绝对不会饶你。哥说的对，你从实招来，你们到底做了什么？无论如何，都不能让反坦的真相爆破，否则就真的完了。我们就是没有认出来他们，我跟姐姐一直都有过节，所以才发生了一些小冲突。我承认都是我的错，我向伯母和姐姐道歉。伯母、姐姐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没认出来你们。没认出？我跟婆婆无数次跟你们说出身份，但是你们就是天生坏种，恶毒、嚣张。你们逼我嫁给老男人，差点害死我婆婆和我腹中的孩子。我们绝对不会原谅你。究竟是谁给你的狗胆，竟然敢欺负我的老婆孩子？是傅振吗？一直觉得你温柔善良，还想着娶一个贤良淑德的人，一家人就能够和和睦睦。没想到你仗势欺人，如此恶毒的小家境，我们分手。真哥哥，这都是误会，听我解释啊！真哥哥，这都是误会，听我解释啊！是姐姐嫉妒爸爸疼我，再加上姐姐逃婚，让爸爸妈妈不高兴，所以我跟姐姐就一直有过节，所以这次一时糊涂，没有认出来他们。副董、二少。都是误会，是我们的错，我们鬼迷心窍，想拿海棠去换彩礼，让宁宁早点嫁入豪门，跟宁宁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她是无辜的。是啊，副董二少，我们千错万错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没有认出来夫人和大少奶奶，所以怂恿宁宁去逼迫她姐姐嫁人换彩礼，要怪就怪在我们身上吧。是啊，副董二少，宁宁就是听了我们这些长辈的话，才一时犯糊涂呀。哎呦，宁宁这么可爱，这么善良，她怎么可能害人呢？跪下呀！对，我就是听了长辈们的话，所以才一时糊涂。哼，那人商场监控已经被李叔处理干净了，
不是，我就还能嫁豪门。温宁，你是不是以为这样就能脱身嫁豪门了？你是忘了那天你是怎么烫伤我婆婆，将她虐至昏迷，扔在厕所垃圾桶里，又联手逼我和堕胎要嫁老男人，我不从，你们就把我扔到垃圾车里。这些你们都忘了吗？敢冒充我婆婆？我妈说的对，你必须嫁给李大牛，给我还嫁妆钱。你肚子里的孽种必须流掉，你才能嫁给李大牛。吃给我吃！你是忘了那天你是怎么烫伤我婆婆，将她虐至昏迷，扔在厕所垃圾桶里，又联手逼我和堕胎要嫁老男人。我不从，你们就把我扔到垃圾车内。这些你们都忘了吗？我没有。说，我嫂子的话什么意思？1个月前伤害我妈和嫂子的人，是你们？就是他们。1个月前，就是你这位善良的女朋友，把我和你大嫂打进医院的。原来是你们呐！海棠是我的妻子，她怀着傅家的骨肉，你们逼她堕胎流产，还伤害我的母亲，就是挖我的心！你们是怎么敢的？姐姐，你从小就嫉妒爸爸疼我宠我，跟我不对付，你不能为了报复我就空口白牙的污蔑我吧？明明就是你们仗势欺人，把我们的脸都打肿了。我现在打的你不敢还手，这才叫仗势欺人。之前都是你们欠打。姐姐，我承认，自从妈嫁给爸之后，我和妈都对你不是很好，但你也不能这么污蔑我啊！没有证据你就打人，现在更是仗着傅家对我报复泄愤，你太过分，太恶毒了。对啊，你不能因为跟我没有过节就冤枉宁宁，破坏她跟二少感情。对呀，你不能因为宁宁在家比你受宠，然后你就嫉妒宁宁也嫁豪门了。海棠，我们承认平时是苛待着你，但说到底我们还是一家人，是吧？哎呦，谁跟你是一家人？和你们这样的人是一家人，是海棠的耻辱。我们不是死不承认，要证据。福伯，上证据。是，大少奶奶。你敢欺负我儿媳妇儿，我跟你没完！贱人，我现在就打掉你的肚子，还能省堕胎费。要，吃什么药？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畜生！平时捧在手心里的人，你们是怎么敢的？你说不是删了监控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能承认。副董，这不是真的，我没有。毒妇，你差点害死我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女人，你是怎么敢的？不是的，我没有。没有？那你心虚砸什么平板？妈和嫂子，我平时净着捧着都来不及，连碰都不敢碰。说，到底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真的没。那能都是假的？你伤害我妈和嫂子，还把他们打入院，我不会放过你。阿正，报纠察队，把他们送进监狱，动用一切力量，让他们牢底坐穿。我真的没有，这个视频是伪造的。我们
是我们挨的。如果我们真的这么恶毒的话，怎么会在欺负姐姐和伯母之后，还想再嫁给他们治呢？对，这是有人诬陷我们，这监控是伪造的，你们不能凭这个就冤枉宁宁。啊，对，一定是海棠为了报复宁宁，所以弄了假监控，这算诬陷我们，他还要在这诬陷？我忘了告诉你们，商场的监控都是实时同步到云盘的，这里的监控全都是真的。不可能，监控李叔不是已经彻底删了吗？删了的呀。李康是删，但是商场的监控有备份，这些监控全部都是我和妈一起拷回来的。夫人，大少奶奶，虽然李康删掉了我们的监控，但我们的云盘里存了备份。大少奶奶，这是备份。这事不要声张，我们自有安排。是。你们千算万算，却算错了监控视频是实时同步的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你们完蛋了。那日我跟妈在服装店逛得好好的，你们一上来就打人，还灌我堕胎药，逼我嫁老男人，所以我要让你们通通都坐牢。妈，您说句话呀！死丫头，你跟富家主母不是也没事了吗？又没怎么样，宁宁是你的亲妹妹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就算做的不对，你也不能赶尽杀绝。啥呀？无耻！现在想起来，你们是一家人了。你们当时合起来逼海棠嫁给老男人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来你们是一家人呢？没想到你们这么恶毒，竟卖女求荣，还如此狂妄，简直丧心病狂！就是，像你们这样的人，就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姐姐，我就是一时糊涂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海棠，是我们鬼迷心窍，都是我们的错。你就看在宁宁是你同父异母妹妹的份上，你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海棠，我们知道错了，给我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！你们将我老婆和母亲打得住院，还差点害死我的孩子。你一句轻飘飘的道歉，就想获得原谅？做梦！伯母，你阿珍，这就是你给我找的好儿媳，你打算怎么处置她？妈，嫂子，对不起，是我让朱由蒙的心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，让他仗势欺人，伤害了你们。我会跟他分手，至于怎么处置他，我听大哥的。怎么处置？我听你大嫂的。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！快把他从头拉出湖里！饶了你，还好我跟宝宝命大，要不然我就死在垃圾车内了。你可曾想过饶了我？姐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是海棠，宁宁毕竟是你的亲妹妹，你就饶了她这一次吧。郑国，你也快求求情啊！死丫头，你懂点事儿！宁宁是你的亲妹妹，她已经给你道歉了，你不要得理不饶人呐！差不多就得了，我们还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，在你的眼里，我们同样都是你的女儿，你却逼我嫁给老男人，给他凑家产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做？就是因为我没有妈疼是吗？你妹妹比你小，你让着她怎么了？哎呦，畜生！温宁是你的女儿，难道海棠就不是吗？为人父母，你的心偏到太平洋了吗？副总，你也重了。宁宁还小，海棠比她大，我这么做
是为了教他做人，一定要宽容大度，有担当，不能自私自利，只想着自己呢。对呀，自古以来都是大的让小的，姐姐让我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哎呀！荒谬至极，难道大的就应该被牺牲吗？大哥说的对，什么大的让小的，只不过是为你们自己的偏心找的破借口。我终于有人疼，有人护，不再是没有妈的可怜虫了。海棠，他们这样对你，不配成为你的家人。以后，我们才是你的家人。就是大少奶奶，他们不配做你的家人。对，千万别原谅他们。这何止是偏心啊，这就是典型的娶了后妈就虐待原配孩子，不是人。对，李相荣就是小三上位，典型的恶毒继母。温正国他就是助纣为虐。就是，这温宁小小年纪就这么恶，肯定是跟着他妈学的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。傅先生，谢谢你们这么护着我。海棠，以前你没人护，没人疼，但你现在有我，有傅家，我们都是你的靠山。谢谢，我可是爸最爱的女儿，我绝不可能让你过得比我好。爸，姐姐揪着这点破事儿不放，也太无情了吧！死丫头，你怎么这么无情无义？哎呀！妈妈，爸爸和后妈把我关小黑屋，已经3天不给我饭吃了。滚出来！出来！拿过来，放手！就知道哭，赶紧给你妹妹道歉，否则就饿死你！不要杀妈妈，妈妈会疼的。姐姐，快跟我道歉，不然的话就让爸爸一直关着你。爸爸，我没有错，是妹妹自己摔到的。你说你错就是你错，还嘴硬撒谎，可得劲！无情无义的是你们，你们从来就没有把我当过你们的家人，还亲妹妹。温振国，温宁根本就不是你的女儿，她是李相如和李康偷情的产物。对，我们查到李相荣和李康长期偷情，温宁就是他们的私生女。可恶！我堂堂傅氏集团的总裁，自己的女人和母亲竟然让一个私生女给欺负了。温宁，你们欺负我母亲，羞辱我嫂子，今天就是你们死期！温海棠，你刚刚那话什么意思？我说，李相荣给你戴了绿帽子，温宁就是个私生女，你就是个穿破鞋的。温海棠，你个死丫头，你害宁宁嫁不了豪门，还要污蔑我吗？振国，宁宁她就是你的女儿，你不要听这死丫头胡说。对，振国，咱俩10几年的兄弟，我什么为人你不知道吗？我怎么可能干那种事呢？对不对？爸，温海棠就是为了报复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你千万不能信。温海棠，你就是个未婚先孕的下流胚子，你真以为傅家把你当香饽饽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个生育工具，是富豪的姘头。等你生完孩子，你就一文不值。
满嘴污秽，找死！下贱胚子，敢骂我嫂子，找死吧！海棠是我傅家的儿媳妇儿，是我傅家未来的当家主母，谁敢欺负她，就是和我们傅家作对。海棠，你就是你，你不是什么生育工具，我们都尊重你。嫂子，别听温宁的风口乱咬，在傅家你就是天，谁敢不把你当回事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对，大少奶奶，您温柔善良，我们都尊您。没错，是那些跳梁小手嫉妒你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是啊，傅太太，是他们恶毒嫉妒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，您值得最好的。凭什么你轻而易举就得到一切，还想毁了我？哼，还好我留有后手，想搞垮我，做梦！温海棠，你就是一个没学历、没见识、一文不值的土包子。傅家凭什么认可你，还让你当傅家主母？说白了，你就是个廉价的生育工具，是傅我的姘头。你妈才是姘头，而你就是你妈生下的，你和温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爸，这和私生女都在了，你还这么淡定？来人，还不快把他们摁住！走，让我岳父痛打落水狗！滚！怎么？建国，不是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别动手！我没有。温振国，别只打奸夫淫妇啊！温宁这只野种也要打呀！是啊，爸，你养了这野种20吨，还被戴了20多年绿帽子，我打多憋屈！爸，我怎么可能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？闭嘴！我也他是报复我们，他故意骗你的，骗你！贱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对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要是没有，我就打死你！我当然有证据。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。妈，上证据。好，福伯，把证据全拿出来，让他们死个明白。是。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，这是假的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假的！他在诬陷我们呢！假的！温振国，看清楚，因为报告鉴定显示，温宁根本就不是你的种，而是李康的。奸夫淫妇，打死你们！这不可能！你冷静点，我怎么可能是私生女？私生女就是私生女，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就是私生女，还妄想嫁豪门，可笑！都给我闭嘴！哼，就是，我怀了傅二少的种。我看还有谁敢不把我放在眼里？哼，贱人，想阻拦我嫁豪门，没门儿！傅振，你要是敢不娶我，我就告你强奸！这怎么可能？阿珍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傻小子
被这恶毒的女人算计，直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。温宁，你就想凭你一句话就母凭子贵？哼，真可笑！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逼阿振娶你，你当傅家的律师团是吃素的？傅振，1个月前你妈生病住院，你心情烦闷，我陪你喝酒解闷儿，结果你却强了我。哼，不止一次，孩子就是那个时候怀上的。你胡说！那晚我喝醉了，根本不可能动你。傅振，我现在怀了你的孩子，要么你娶我，要么我就把这个视频交给稽查队，婚后我还要跟你妈这个老太婆分家，还要分傅家1半的家产，否则想加入傅家，除非我死。温宁，你私生活混乱，男人无数，还想讹傅家嫁进豪门，简直痴心妄想！不让我进门，难道还想逼我打胎啊？这是犯法的！放开我！傅振，我告诉你，要么你就娶宁宁进门，要么就告我坐牢。对，只要你们傅家负责，那就一笔勾销；否则的话，跟你们傅家鱼死网破。傅先生，这敲诈勒索罪、故意陷害罪，以及此前他们在公共场合逼我堕胎流产的故意伤害罪，这些人能判多少年？数罪并罚，有期徒刑最高可超过20年。哦，他们之前还弄坏了我妈送给我的传家宝手镯，那个手镯市值2000万。那他们得牢底坐穿。毕竟傅家的律师团可不是吃素的。你那视频是故意找角度的吧？哼，一个破镯子而已，我现在肚子里怀着的可是傅家的小祖宗，我早晚是傅家媳妇儿。要么你们明媒正娶引我进门，要么我就告傅振坐牢，让你们傅家出一个强奸犯，丢人现眼。温宁，打你我真的很嫌手疼，但是你真的欠打。你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放肆，不知死活！好，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不想对我肚子里的孩子负责，那我就报稽查队抓强奸犯。福伯，那就把我这个好妹妹的男人们都请上来吧。是，大少奶奶。温宁，我真希望那些男人等会儿揭穿你的时候，你的嘴也能这么硬。宁宁，好久不见。我不认识他们。宁宁，你不能想嫁豪门，就忘了我们这帮老相识吧？是啊，前1月夜晚，你不是还叫我们小宝贝儿，还夸我们厉害吗？就是啊，宁宁，你忘了你说要母凭子贵，想让我们帮你怀孩子算计2口。宁宁，这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你想作死，别带着我们啊！我劝你还是把那个野种打掉，毕竟这孩子的父亲是谁你也分不清啊！真恶毒！为了嫁入豪门，竟然算计2少！就是不要脸！贱人，你敢算计我弟弟？我真是瞎了眼，看上你这个毒妇！
要不是你嫂子戳穿这个毒妇的嘴脸，否则你这辈子就完了。谢谢你嫂子，我大哥娶了你，真有福气。谢氏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查我的？你怎么就这么恶毒？你就这么想毁了我？从我们得救后，你和李向荣假惺惺的来看我那一刻起，我就开始调查。我让福伯去查，到时候让阿旺和阿珍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，给你出气啊！你们4个只要能助我登上顾家二少奶奶的宝座，一人100万。100万！二少奶奶，我们来了。大少奶奶，不出您所料，温宁果然恶毒至极，留有后手，想利用二少母凭子贵。我跟他一起生活了20年，说是连这点都看不透，我就白活了。福伯，你让人暗中守着阿珍，千万别让温宁得逞。是。温宁，我早就预料到你会算计阿珍，所以我们早有防。你的死期到了，所以你一直将我们玩到了一个股掌之间，就是为了这个？不然呢？谢氏，别以为看我身板名裂，无法进豪门，你就能高高在上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傅家的生育工具。等你生完孩子，就会被赶出傅家。死到临头了，还嘴贱！这个不干净，找打！来人，把他们全都控制起来，扔纠察队。是。走。慢些，别动。海棠，是你毁了我！我诅咒你的孩子，就算生下来也是个死胎。不是我害了你，是你妈李向荣毁了你。她骨子里面透着恶毒，把你养得三观不正。她和你的亲生父亲李康一样，都是罪魁祸首。都是你们的错，哪有你？严父，是你们毁了我的人生。你竟然连我都敢打！她可是你的妈妈呀，她从小把你养到大，你就这么回馈她的吗？你们还有脸这么说？是你们的错！打我！打你怎么了？宝宝，他们终于得到报应了，妈妈终于不用再受他们的压迫了。海棠，没事了啊，都过去了。以后你还有我，还有妈，还有我们傅家，你会越来越好的。傅先生，很幸运能遇见你，谢谢你。嫂子，你说错了，是我们幸运遇见了你。对，阿震说的对，你是福星，遇见你呀，是我们傅家之幸。哎呀，别打了，你打什么呀？毁了我们，想得这么嚣张！温海棠，都是因为你，我要杀了你！爸，这群垃圾欺负了你20年，你就打他们这几棍，就这么算了？你们一个奸夫淫妇，一个野种，我要打死你们！野种！娘娘，
温振国，难怪你会被戴绿帽子，你就是个只会打女儿的废物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你妈！温振国，我跟你拼了！海棠，女儿，你是原谅爸爸了吗？你确实可恨，但是你应该在牢里忏悔，而不是死在这儿。我对不起你啊，对不起你妈妈，这都是报应啊，报应啊！温振国，现在后悔晚了，这个小贱人，他根本就不会原谅你。就是，你纵容我们打发他20年，把他关小黑屋，逼他嫁给老男人，一切好东西都留给我，他怎么可能会原谅你？家人，我对你们这么好，你们竟然这么对我！我打死你！我早就报纠察队了，他们马上就会过来。属于你们的报应才刚刚开始。副董，二少，我错了，求求你们！林志，你不仅差点害死我妈和嫂子，还算计我，现在在这求饶，晚了。江特助，把证据整理出来，交给纠察队，我要让他们牢底坐穿。是。副董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要罪，我给姐姐和伯母磕头赔罪。大少爷，千万别原谅她！这个女人污蔑我跟大少奶奶有一腿，还说腹中的孩子是我跟江特助的，恶毒至极。是啊，千万不能原谅这个毒妇。海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是傅家未来的主母，竟敢这么羞辱她！啊！副董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允许给姐姐当牛做马，我赐个伯母安享晚年。副董，都是我的错，一切都是我的主意，你就给爹爹一次机会吧，只要不坐牢，你让他做什么都行。现在求饶晚了，你欺负我妈和嫂子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到今天？你们不是要忏悔道歉吗？行，只要你能获得海棠和我妈的原谅，我就放了你。姐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，饶了我，姐姐。海棠，看在我从小把你养大的份上，你就养大。不要！小贱蹄子，你也配上大学？赶紧给我滚出去打工，赚钱给年龄花！姐姐，你这么不听话，是想被关小黑屋吗？还是想让我们把你妈的骨灰挖出来丢到海里喂鱼啊？我一定要坚强，好好活着，不然妈妈在天上看到，一定会伤心难过。我
我能活着长大，不是因为你养大的，是我求生欲强，足够坚强，否则早就被你们虐死了。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姐姐，都怪李向荣是个毒妇，小时候他虐待你，长大后让你嫁给老男人，我支持你把他抓起来，原谅我。我给傅震当女佣，我当傅家伺候你和伯母。你这辈子休想踏进傅家半步！你，我处处为你着想，我把你养这么大，哪怕到现在我还在为你求情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，我白养你了。养我？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，就是有你这个下贱的妈！你令我感到恶心，是你毁了我！你畜生！你六亲不认，打你不倒，竟然连你妈都杀！都是你逼我的，是你逼我的！对，温宁，你有今天这一切都是拜你的母亲李向荣所赐，是她毁了你。海棠说的对，你这不是大逆不道，是惩奸除恶，替天行道。人之初性本善，温宁本不该这个样子，都是李向荣把他教成了这副模样。李向荣歹毒，温宁有样学样，自私自利，为非作歹。没错，有其母必有其女。李向荣，你根本就不是个好母亲，是你把温宁教坏的，让她变成这副人人喊打的模样，都是你的错。都是李向荣做错，就是李向荣做错，就是他，就是李向荣做错，不是。你们母女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欺负我的母亲和女人，一定让你们牢底坐穿，接受法律的制裁。都是你的错，是你毁了我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！温宁，你个蠢货，我可是你亲妈，你别被他们当道士了！住手！我们接到报警，你们涉嫌敲诈勒索罪、盗窃陷害罪以及故意伤害罪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醒醒，别睡了。温海棠，我就是做鬼也要诅咒你不得好死！对，是你毁了我们，我诅咒你生的孩子是智障，我要横尸街头。对，温海棠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下地狱吧你！呸！李康，你长期婚内出轨，该下地狱的人是你。我出轨怎么了？在伤害你和傅家主母这件事情，我只是个帮凶而已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不过你在傅家人眼里，你就是一个繁衍后代的生育机器，你嚣张什么呀？啊！还要打枪？给我听好了，海棠是我的妻子，是傅家未来的主母，这么去找死！海棠，她是我傅家的媳妇儿，她不是什么生育工具。无论她愿不愿意生下孩子，我们傅家都会尊重她、爱护她，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人羞辱她。对，谁敢在编排嫂子，就是跟整个傅家过不去。李康，你妻子举报你在职期间贪污傅氏集团至少500万，你单凭这一点，你就可以去坐牢。胡说八道吧你！李康，你个畜生！我每天辛辛苦苦操持家里，照顾老人孩子，你呢，在外面风流快活，贪污钱财，需要狐狸精！我要让你净身出户，离婚！黄脸婆！
我辛辛苦苦在外工作，养你养孩子，我在外面风流快活怎么了啊？你还敢说这是你辛苦赚的钱吗？这是你贪污来的不义之财！我今天就要跟你离婚，我要让你净身出户！李康，这是你妻子提供的你婚内出轨贪污的证据，你将受到法律的制裁。说你狠！带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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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着，走，别乱动，快点，走！我就是死，我拉你下地狱！啊！我肚子疼，送我去医院！快送我去医院！噩梦终于结束。海棠，一切都结束了，你再也不会受欺负了。是啊，终于结束了，我终于能迎来属于自己的人生了，不会再受欺凌，也不会再被摆布。哥，你不是说会在婚宴上隆重的介绍嫂子吗？诸位，温海棠是我的宝贝儿媳妇儿，如今她怀了双胞胎，是我们傅家最大的功臣。要是谁敢不把她放在眼里，就是跟我们傅家作对。我傅文佩第一个不答应。温海棠是我此生认定的唯一妻子。从我见到她的第一眼起，我就知道她会是我以后的归宿。以后谁要是敢对她不敬，谁就是跟我和整个傅家为敌，我定不轻饶。恭喜啊，傅总傅太太，傅家大少奶奶一胎两宝，可真是双喜临门啊，真是好福气。是啊，往后傅家定是儿孙满堂，热闹非凡呀。傅总，傅太太聪明漂亮，温柔善良，您呀可真是好福气。大少奶奶温柔善良，人品好，是傅家的福分。傅伯说的对，嫁娶贤妻，胜过万金。能娶海棠，是我傅家之福。宝宝，你的爸爸和奶奶都是很好的家人，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。吉时已到，良缘永结，请新人入场。哇！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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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哇！海棠，从今往后，我和傅家会是你的靠山。我会敬你、重你、宠你、护你一生。对，海棠，我们都会一直支持你、爱护你。
把我和妈给嫂子准备的新婚贺礼都送上来。祝大少奶奶新婚快乐！富氏集团股权转赠协议，这太贵重了。海棠，你那么好，你值得最好的。往后余生，我们一家人都陪着你，保护你和宝宝，绝不会再让人欺负你。父王、妈、阿振，谢谢你们，是你们让我长出了盔甲，有了新的开始。我绝对不会忘记这份情，我会跟你们一起守护这个家，守护我们宝宝的到来。我想，如果妈妈在天有灵的话，也一定会很高兴的。等会儿我就陪你去温家，给岳母牌位接回富家祠堂供养，告诉他，从今往后我会替他守护你，让他放心。好。你先在这儿等我，我去开车。好。妈妈，父王是很好的人，他像一道光，照亮了我。我想，我和孩子一定会很幸福，很幸福。去死吧，妾身！海棠，小心！海棠，小心！你们一起下地狱！嫂子，你们没事吧？放开我！我没事，是父王受伤了。我没事，没事。这毒妇都被抓了还能逃出来，找死吗？这女人说肚子疼要就医，刚到医院就逃了，还好你们没事，带走。温海棠，你还不知道你妈是怎么死的吧？是我5岁那年把她推下楼梯活活摔死的，就连骨灰都被我和我妈倒进马桶冲进下水道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么做？海棠，还能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给你一个完整的家？不肯跟温正国离婚，还骂我是野种，所以啊，我一生气就把他推下楼了。他死得可惨了，死不瞑目呢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海棠，海棠，海棠，你别激动。海棠，你快要做妈妈了。你的手不应该染血，坏人应该交给法律制裁。如果你的母亲还在，她也只希望你和宝宝平安健康。哥说的对，这毒妇就应该交给法律制裁，你千万别冲动。温海棠，
你妈是我杀死的，就连骨灰我和我妈都倒进下水道了。来啊，你杀了我，杀了我，我们一起下地狱，黄泉路上还能一起作拜呢。坏人，傅家不会放过你的，你一定会被判刑的。麻烦把他带走吧。老实点，跟我们走。温海棠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！海棠，没事了啊！以后你还有我，还有妈，还有我们傅家，你一定过得很幸福的。妈，父王说的对，我要当妈妈了，我的手不能染血，文宁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从今往后，我有爱我的丈夫，疼我的婆婆，还有尊重我的家人，我一定会很幸福。海棠，你以前受了那么多的苦，今后我一定会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疼爱，你会过得很幸福啊！是啊，嫂子，我们一定会对你和孩子们好的。我已经迫不及待的等着小侄子们的出生了。我一定会守护好我的宝宝，珍视你们，也珍视这个家。不做傻事。大少爷、大少奶奶，恭喜啊，是龙凤胎，母子平安，这可是双喜临门啊！父王，我说到做到，我守护住了宝宝，他们很健康。亲爱的，谢谢你，让我们这个家更完美了。海棠，谢谢你给我们傅家生了一对龙凤胎，辛苦了啊！是啊，嫂子，谢谢你。来，给我抱抱，小心点啊！哦，哎呦，你看，妈，我不辛苦，遇见你们是我和宝宝的幸福，此生我有你们，足矣。来，抱抱宝宝，乖啊，宝宝。